以往傳統嘅施工方法，主要工序會集中喺工地現場進行，而 DFMA 係一門着重簡易生產同裝配效率嘅設計方法，將高質建築組件喺工廠預先製作，再運送到工地完成裝嵌。事先需要設計唔同嘅建築組件嘅組合，配合 BIM 建築信息模型以及 3D Point Cloud 等嘅技術，理順整個建築、運輸及裝嵌流程，以確保喺最短嘅時間裏邊完成。喺呢個項目上，我哋就採用咗 DFMA 先預製後裝嵌嘅概念，先喺內地廠房完成80%嘅工作，預製洗手間內嘅指定組件，包括洗手櫃、廁所間隔同埋飾面等等。之後再將製成品運往洗手間工地，好似砌積木咁進行現場嘅裝嵌。透過簡化組件設計 ，DFMA 能夠減少喺工地嘅施工時間，減少對四周圍環境嘅影響，工地亦都會較為整潔。而組件嘅自動化製作過程，不但能夠確保建造品質，更能夠減少建築廢料。另外，將施工活動搬到監控比較好嘅工廠進行，可以省卻唔少現場施工嘅危險工序，所以施工安全度都會大大咁去提升。最重要嘅係，我哋可以配合到機場繁忙嘅節奏，短時間內讓洗手間重新投入服務。未來，我哋將會擴展 DFMA 嘅應用至各式各樣嘅改善工程，從而提升工程質素、降低成本、縮短工時以及提升工地嘅安全。